我真係可以嘅咩？我呢啲咁嘅公仔周街都係，我係一個好普通嘅公仔嚟㗎，我唔識 a cappella 㗎。既然揾得你，你得嘅。吓，呢啲咁高深嘅藝術嘅嘢，我唔識㗎，我冇藝術細胞㗎。星戰隊精神 A cappella 無伴奏合唱，字面解釋係按教堂風格，有人嘅地方就有音樂，冇樂器伴奏嘅音樂，其實由原始人都已經唱緊㗎啦。不過而家我哋接觸到嘅 A cappella 其實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嘅歐洲㗎喎。好高深啊，太高深啦！中世紀嘅教堂入面有一種叫做 plain chant 素歌嘅單旋律聖歌。單旋律即係全部人都係唱同一條旋律，而且係冇樂器伴奏㗎。哦，所以無伴奏合唱係嚟自教堂嘅音樂。冇錯啦，其中一種最出名嘅素歌叫做 Gregorian chant， 嚟到今時今日都仲會聽到㗎。呢種單旋律嘅音樂逐漸發展出兩聲部嘅 organum 同埋多聲部嘅 polyphony。等等先，咁多生字我記唔切㗎。去到文藝復興，呢一種唱歌嘅形式已經唔淨止喺教堂入面啦。從多聲部嘅音樂發展出一種叫做 madrigals 牧歌嘅世俗音樂。呢一種牧歌通常都係由幾個人分別唱唔同嘅聲部，佢哋係冇樂器伴奏嘅。而牧歌嘅內容咧，亦都同教堂係無關嘅。madrigals 可以話係文藝復興時期嘅流行曲嚟㗎。流行曲？流行曲唔係要講生活、講感情諸如此類嘅咩？madrigals 都係㗎，題材都係離唔開愛情啊、party 啊、跳舞之類，所以話無伴奏合唱從來都唔係一啲高深難明嘅藝術嚟㗎。17、18世紀美國嘅黑人靈歌 spirituals 開始出現，呢一種口述嘅傳統咧，都係由清唱開始嘅。spirituals 之所以咁重要，係因為佢直接影響到後來嘅 gospel music 同埋 blues 呢兩種音樂，再發展出其他嘅流行音樂。例如 jazz、rhythm and blues、rock and roll、soul、funk、pop 等等。A cappella 同各個年代嘅流行音樂係息息相關嘅。20世紀初 barbershop 呢種只係需要4把聲嘅無伴奏合唱，當時係無處不在嘅。之後40、50年代嘅 doo-wop 都係 rhythm and blues 嘅其中一種。至於點解叫做 doo-wop，係因為呢種風格經常都會用到一啲冇意思嘅聲音，例如 doo-wop、doo-wah、shooby、hoo-wah， 從而去模仿同埋代替樂器嘅伴奏。哦，我有聽過啊，原來 shooby doo-wah 都係 a cappella 嘅變奏嚟㗎。冇錯啦，之後一路發展嘅 vocal jazz， 甚至80、90年代嘅男團、女團流行歌唱組合，都係會用到類似嘅發音去做伴奏嘅。所以嚴格嚟講，而家嘅無伴奏合唱只係冇用到樂器，但仍然運用咗人聲去做伴奏。但係呢 a cappella 我個人嚟講呢，就好少聽嘅。咁你平時聽咩歌？我聽嗰啲呢好普通㗎咋，人哋聽乜嘢我就聽乜嘢㗎咯。流行曲？係啊，流行曲啊。Contemporary a cappella 當代無伴奏合唱，踏入2000年代，好多大學都相繼擁有自己嘅 a cappella groups。呢一類大學嘅 collegiate a cappella 大多數都會改編唔同嘅流行曲嘅。當代嘅無伴奏合唱而家發展得越嚟越蓬勃，出現咗唔同嘅國際性機構、比賽、音樂節等等，甚至其他流行文化，例如電影、電視劇、流行音樂界都會見到 a cappella 嘅蹤影嘅。咁樣聽落，a cappella 又好似唔係離我好遠啫喎。但係我無論做咩事，想做得好都要花時間同努力。A cappella 從來都唔係一啲曲高和寡嘅高深藝術，或者你會喜歡佢㗎。哇！氹氹轉，菊花園，炒米餅，糯米團。阿媽叫，睇路水，阿媽叫，我
龍船。我唔睇雞仔，雞仔帶攞去賣。賣得幾多錢？賣得什麼錢？翻嚟買我，又買甜。哇！星戰隊，精神！啊！